一点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异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我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：自欺欺人，被人欺。56点，心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。如有一人未睹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组织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？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。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；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他有多坏，有多恶，你一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、打我们、放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？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拥护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，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
常常严厉啊，以完成国际没有很多成绩，很厉害。安地产业产业，战船如梦啊，战船如梦啊，居家设计，人工智能圈 ，APP 数码圈，这么多啊！编辑好看的，还有影视的，看部电影，小电车、小电影剧院，电影相关，电影院看部，免费电影会，玩具车，最爱的，然后电影库，还有电影库。电影推荐，还有电影推荐里面。
退出来了。按不进去啊！朋友圈按不进去，文章按不进去，官方账号按小程序、音乐贴图都按不进去，天图刚刚也按进去。热门话题按到了，爱尔兰回归20年，热门话。澳门20天健康香港只有澳门不同，澳门跟葡萄牙为中央地位，香港是由个人错了，是啊。没事没事。助肠胃健康补肾啊，牛肉的东西，牛蛋也是补肾。晚饭不要吃太多，我会长辈不要吃蛋小菜多。早睡早起，重青草、芥末。上天没带他健康，很少用健保卡。
电影啊，好笑好笑。还先照顾肠胃呢，会增加肠胃吸收能力的。瘦肉的人也可以转为前呢。来山药这么好。煮水啊，有莲藕粉啊，莲藕粉放来吃啊，趁热温温的喝，照顾肠胃，降火气，变凉了是补寒性啊，趁热喝不好。吃这个。比较平静，香港也动乱，我已经因为很受中也动乱。妻子是对爱国主义精神。是太阳了。心肝肾比较没出问题。运动有血管神经比较不会退化的话，运动。没有运动。心肌梗塞要赶快拍左手肘关节那个地方，左手肘窝，赶快拍到左手肘窝。左手肘关节那个地方，凹陷那个地方。这么多了，已经看了很久了。你看看有关爱民回归20周年的报道这么多，各界的都有关心的。习近平的发表谈话。
国两制成功典范的澳门了，香港就没有动乱，反送中。2019年发生的。刚刚的张医师在演说呢，对5年长者的演说。成人玩具啊！为什么有成人玩具啊？咱过去人有咧讲人咧做水咧笑，有咧笑无。咱古早人讲话，咱来珍惜良缘。每句呢爱甲思考，爱甲思考有影无？咱咧做水就甲咱笑，咱做好水就甲咱笑好，咱做歹水就甲咱笑歹。每日时咧节，就咧甲咱放弃。人讲春光春果天放有影无？咱有生活。无自信啊，爱有自信，爱是人敢信啦，春光春果天降，若无呢，为出时来是那个真勇壮，为出时来呢，真富贵，父母真有美丽，生活已经滑很久了，竟然有这么多相关的报道、滋养资讯。出事来出艰苦，像何况呢？出事来出艰苦，3、4岁会晓讲结婚，就爱讲做伙。所以我3、4岁感觉我人生呢真痛苦。到47岁，到37、36岁就到，我有这遮好的大人有行，上天放这多呢，我想到灵气，我靠大自然灵气。要赶快求的肯定是报三宝心火。接受了因素指导，今年人数开聚会啊。纪念场。所以咱今日真正希望讲大家较早一点，纪念场。时间你看啦，人生最无情的，世间最无情的就是时间。我虽然讲，阮老爸咧讲机会无情，机会要有，过来做水，那个后摆来花，水若来土来动，也你爱调，时间有法度。我爱咧较久的，我爱咧较忠心的，我要去接受的，就有法度。所以，咱我比较注意做这。如果都要，咱今日有些目的，就是要到世界地图，咱就是未来世界地图的成功者，唔通未对咱的任务，要甲咱目标。所以，咱是除了，咱就讲这个问题中间，控制呢，2500几年前做这个问题中间，要想这个地图，无可能成功，希望讲我进化上成功。在国父也是同款，国父在执政的时阵呢，有哪叫你控制这个问题中间，就咧水。在工作在政府机关呢，甲看拢有这个问题中间。我选到迄工作人，为拢了知影了解讲这问这题中间在基础是啥，写清楚。搁再来你今仔日想到，多位总理，咱今仔日在咧想到多位总理嘛，唔知有怎样子。搁再来这个清醒点。心经，咱今日要想到呢，你安怎才成就到迄个成就目标？你安怎身体会当成功？爱成就，那阮人就去上清经，面对这个鬼，确实真正有不具。所以这清净经就是老祖非常一种，而且做这经呢，朗读起来，做清净经，用这个白话文读起来，普通人一读呢，意思就知影。搁再就是心经，这点我有佛教呢，这咱之前的这个经文，浓缩到成个心经，互咱大家当真正去了解。三藏书经呢，往西边，
你时间可以发到地方，你做转来，咱关键国在用这个心经呢，互伊念，你好用这个心经，一直念这个心经讲，无影你无妖魔鬼怪，所以较早咧书经呢，拄着真侪妖魔鬼怪，到尾做转来用这心经互念呢，就呢安尼安然自在，会当自主转到咱中国，所以这心经呢，就是讲有用过来这经典非常济，以后呢，大家互相咧用，今日咱大家好好。几点钟的中间呢，较轻松的，若爱困的目睭离愈大咧，落去外口出来啊，毋通落去外口，毋通落去就入来，落去就入来，爱面爱这条，袂清，落去较面出去，爱了解爱学习，所以老，我直接甲咱本身主题，那个在当时主题呢，12点6分。